一個可能會顛覆你認知嘅話題，人腦秘密將要揭開。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泡泡，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一直以嚟，我哋都知道人腦係一個非常複雜嘅器官，但係對於意識點樣產生，科學家們到而家都未有一個完整嘅解釋。泡泡揾到最新嘅科學研究，有人提出量子意識嘅概念，認為量子現象可能參與其中。量子現象通常出現喺原子、電子呢啲微觀粒子身上，但係近年嚟，科學家們開始懷疑量子現象可能都喺生物體內扮演住重要角色，例如光合作用、鳥類導航等等。咁究竟人腦同量子電腦有咩關係呢？首先，我哋要了解一下量子電腦嘅概念。傳統電腦用0同1嚟儲存同處理資訊，而量子電腦就利用量子位元，可以同時代表0同1兩種狀態。呢種特性令到量子電腦擁有比傳統電腦更強大嘅運算能力。而家有科學家就提出，人腦可能就係一部超級量子電腦。點解咁講呢？因為人腦嘅神經元之間嘅信息傳遞速度非常之快，而且處理信息嘅效率亦非常高，遠遠超過咗傳統電腦嘅能力範圍。更加神奇嘅係，人腦可以同時處理多項任務，例如我哋可以一邊聽歌，一邊打字，仲可以一邊思考問題。呢種多線程處理能力，傳統電腦根本望塵莫及。為咗解開人腦嘅奧秘，中國科學家進行咗一項新研究。佢哋發現神經細胞嘅絕緣體髓鞘可能就係人腦進行量子運算嘅關鍵所在。我哋可以將神經細胞想象成一條條電線，而髓鞘就係包裹住電線嘅絕緣膠皮。以前科學家認為髓鞘主要作用係絕緣，防止神經信號洩漏。但係呢個新研究發現，髓鞘形成嘅圓柱形空腔竟然可以產生大量糾纏光子對。簡單嚟講，就係兩個互相影響嘅光子，無論相隔幾遠，只要其中一個光子嘅狀態發生改變，另一個光子嘅狀態都會瞬間發生相應嘅改變。泡泡知道呢個發現震驚咗科學界。因為咁意味住人腦內部可能存在住一個巨大嘅量子網絡，神經元就係透過呢個網絡，利用糾纏光子對嚟進行超高速信息傳輸同處理。如果呢個假設最終得到證實，將會徹底顛覆我哋對人腦、對意識，甚至對宇宙嘅認知。泡泡認為，如果人腦真係一部量子電腦，咁我哋嘅思考、情感、意識都可以用量子力學嚟解釋。或者泡泡可以大膽咁推測，如果人腦真係運用緊量子效應，咁樣就可以解釋好多現有科學無法解釋嘅現象，例如直覺、靈感，甚至係超自然現象等等。甚至我哋係咪可以透過量子通訊同外星人進行交流呢？呢一切聽落去好似科幻小說咁，但係隨住科技嘅進步，一切皆有可能。最後，泡泡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有趣嘅思考題：如果人腦真係量子電腦，咁我哋係咪可以話我哋每個人都係一個行走的量子電腦呢？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今集就講到呢一度，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